大家好，我係 Wally，歡迎收聽籃球快訊。今日體育記者 Sam Amick 同埋 Tony Jones 喺較早前嘅時間撰文撮寫咗關於金塊解僱領隊 Michael Malone 嘅內幕消息報導。根據可靠消息透露，金塊多位嘅核心球員，包括 Nikola Jokic 已經對 Michael Malone 處處逼人嘅執教方式感到非常之疲憊以及沮喪。再加上金塊嘅總經理保夫同埋 Michael Malone 喺5年裏邊嘅合作關係長期不和，而且關係已經去到嚴重惡化嘅層面。而呢種嚴重惡化嘅關係，亦都影響到管理層之間同埋整支球隊隊內嘅氛圍。即使3屆嘅 MVP 球員 Nikola Jokic 表現今季非常之鋒芒，但係亦都被呢種內耗所掩蓋。所以金塊近期嘅戰績亦都係輸多贏少。其實喺2023年較早前嘅時間裏邊，金塊整支球隊喺衝擊到總冠軍嘅時候，總經理保夫已經有解僱 Michael Malone 嘅念頭。雖然呢個消息對於 NBA 整個聯盟嚟講為之驚訝，但係相信 Michael Malone 同金塊之間球員以及管理層之間嘅關係早已經去到惡化階段。而去到今天，曾經帶領丹佛金塊取得 NBA 總冠軍嘅 Michael Malone 俾人哋解僱，亦都並非一件非常之突然嘅事件。